如果有一天我真做了汉奸，亲手杀死我，我大哥就是通透啊，我还亲手杀了你，你就看看这个，我能打过你吗？还有这家伙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快收起来！吃饭吧。我就是想先回来看看你，但是我也挺担心老谭的。他过得怎么样？混得不太好。这时候啊，再没客人可就不妙了。你说的那个菜，我一个都做不出来。你做不出来没关系啊，你可以请别的厨子做嘛。我上哪去找能做出你说这个菜的厨师来？即便是有，人家会上我们菜艇来吗？求上得中啊，否则我来你这菜艇做什么呀？我总不能提一些不入流的菜吧？不是，你要是瞧不起我们菜艇啊，就别跟我们混在一块啊。你这话说的就不对。我要是有饭吃，我能来你这个菜艇吗？我看着阿卫的面子，我才来帮你的。算了，不说了啊，快休息。别说。回来了，阿伟。阿伟，回来了。想我做的菜了没？想了。你想吃什么呀？泰式田鸡，而且是冬瓜壳上刻花的那种。那我就给你们做到我的成名作。好。这里是大东亚医学促进会，我是陈山河，有什么冒犯的吗？静修堂的红糖，我们代制代销的，益血补气，健脾养胃，有什么错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突然？宪兵队来查烟土，这事儿有蹊跷啊！你跟我们走，等我跟你们走，把人按倒。你给我走！山河兄，受苦了。既然你来了，说明有话。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解释？
广州市禁烟局早就发布了禁毒令，日本宪兵队有权利保证条例的执行。那就是你过河拆桥了，用不着我当门面了，就设计坑我。山河兄，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，也辜负了大东亚医学促进会的宗旨。三国有喜把这烟土放到我的药房，也是费了心机的。广州城就那么大，他以为他可以做到天衣无缝。刺杀我那3个人，我早就找到了。我大局为重，换来的就是这个。山河兄，我不希望你认为三国有喜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他忠于国家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操守面前，他的选择值得鼓励。那就是你的选择有问题了，嘴上喊着共存共荣，这心里边想的是蝇营狗苟。你明知道他设计坑我，却助纣为虐，我这心寒呐。山河兄，我可以放你离开广州，代价是交出我的药房。这已经是我能为你争取到最好的条件了。三国有喜本来是想永除后患的。好，我答应。叔叔，太郎，太郎，太郎。徐老板，快出来！我给你送药来了。看看，辛苦了啊！哎，你怎么把孩子带这儿来了？三国有喜要弄死我，我也不能让他舒服了吧？哎呀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这么干，你跟三国有喜有什么区别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。我把他活着带过来，就已经跟他不一样了。哎呀，可是我现在马上要进一趟山里，山里打仗了，有不少的伤员。又醒了，孩子，来，来，过来，我绑你下来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，还能有个照应。哎呦，还蒙着呢。要把孩子也带进山里啊？那就得你想辙了，叫爷爷。爷爷。啊！哎呀，算了，在村里找户人家，先照看他几天吧。叔叔要进山去采药去，你是跟我去啊，还是跟孩子们玩啊？想玩。你看。お前出てこい！すぐ！おい下がれ！我跟人，怎么就回来？快点，下来！陈山河呢？他把我儿子整哪儿去了？陈山河又不是我儿子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呢？再说了，你儿子在哪里？你问我？等等，三国有喜先生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要是把他打了，
你儿子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啥意思啊？调查失踪人口案归本警局管。三国有喜先生，你是外邦友人，所以本案我会亲自处理。要想查案，得先勘察现场。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这缺德事儿，除了陈山河，谁能干得出来？你得稍微讲点证据吧。啊，当然了，你没有讲证据的习惯，甚至没证据也行。但是你得仔细想想，他怎么可能把你儿子藏在这儿呢？这是他老窝啊！啊，他不藏这藏哪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些人啊，全都是人质，你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都！你是没搞明白呀，人质是你儿子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乖乖跪下来求人家别撕票。你这么雄赳赳的过来要人，是盼着自己儿子死呢？自己的儿子平平安安回来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走。我得了走。没事吧？徐爷，你怎么样？真的吗？还好吧？陈河大哥绑了他儿子。我怎么知道啊？山河大哥一定不会撕票的，他心地那么好。心地好，心地好能干这事儿？快，徐师傅，怎么回事？父母都带了，快抬屋里。这肠子都出来了，你有方案吗？早就用完了。那没有药的话，那肠子塞进去，它也活不成啊。我还有办法。小刘啊，去抓一只鸡，把鸡皮剥了拿来给我，记住一定要消毒。哎，好嘞。加人参胶命啊，对他没用。中代赵连伤科大成有剂，划破肚皮，而肠脱出者，封金疮药贴活鸡皮，用布扎好，服通常活血汤方可治愈。鸡皮不光是能吃，还可以治病。你那些藏书里头有这本吗？有啊，你想学啊？想啊。好，徐师傅，鸡皮来了。好，拿进去。好，走，来。终于都包扎完了。啊，治伤可不是包扎好了就完了。哎呀，还需要换药清创，再换药再清创。啊，山河，眼下我手里的存货可是不多了，光靠山里采来的草药，品种有限，疗效也受限。行，我看看，得搞点活。这些人不光是枪伤，我发现有很多人得的是疟疾、痢疾，咳嗽、风寒、水土不服。这些病都好治，但是荒郊野岭，药既不全，这煮药又不方便。我是想啊，选定几款对症良方，做成丸散。都需要什么药？啊，青皮饮、芍药汤、止嗽散、藿香正气丸、五石茶等等，这些都需要可靠的药方来加工。你是想让我再回南路药房啊？是请求，不是要求。这大半年，你忍辱负重，背着汉奸的骂名支持抗战，我知道你已经不能再忍了。它不是忍不忍的问题，可能我回不去。如果我是真的遇到了困难，我是不会开口的。我何尝不知道，你只有离开广州才安全，才自由。可是别人没有你这样的条件和能力。我们这支游击队200多号人，
眼下有14个伤员，要吃饭，要治伤，要看病，而且鬼子层层封锁，扫荡。沙河，只有你留在广州，我们才能有坚持下去的希望。再给你带点腊肠。祖上派你来，因为你是本地人，有亲属关系，可以掩护身份。找到你的父亲了吗？还没有，一进城就来找您报道了。组织关系，这就算是接上了。回去等候通知。有地方安顿了吗？我住家里。看看家里是否适合架设电台，一定要保护好电台和密码。请组织上放心，我会严守秘密。也安顿好以后，找一个合适的工作，一定要注意地下工作的原则。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上级交代过。好样的！欢迎光临。谢谢掌柜。你说这房子可是我当初一个稿子一个稿子写，一笔一笔的挣，最后亲自把它买下来的。行了，老太太，别想这房子了啊！如今这房子，它已经配不上你了啊！没错，太小。要是咱们菜挺好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灯他怎么给我换了呀？当初是我自己亲自挑的。还真别说，比你家原来那灯好看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什么审美啊？这是。哎，问你事儿，当时写视频，能赚这么多钱啊？那当然了，啊不是所有人啊，我能挣这么多钱，哎，而且挣的是影响力。我懂，名利双收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啊，当时你还在广州大酒家，我可是如日中天呀。现在想想，对你还是心太软。还你对我心太软？我告诉你，那时候我才心软呢。我不应该剁我自己脚趾头，我应该把你脚趾头给剁了。那你现在就不是厨神了。苗苗，爸爸，苗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平时住的地方啊。来，哎，这就是阿卫做饭的地方。哦，那儿煲汤的地方，一会儿有汤啊。来，哎呀，哎，苗苗，小心，怎么样啊？啊？太不方便了。啊？爸爸，我们找个地方搬了吧。不太方便啊。也行，苗苗，咱们到外面租个房子，你说住哪儿？爸爸给你租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上下九挺好的，
我想住骑楼。上下九啊？嗯。侄女儿，首先这上下九的房租太贵了，我跟你爸租不起。还有你爸也知道，我这人啊，不太喜欢吵。用不着你操心吧？这怎么就不需要我操心了？我也需要住吧。爸爸，我都回来了，你还要跟别人一起住啊？你爸现在这一餐一饭都是跟我合用的，除非你自己有钱，你花钱没问题。我们家里怎么可能没钱？爸爸，你的钱呢？哎呀，苗苗是这样，爸爸那些钱呢，都投在生意上了。本想着能赚个钵满盆满，没想到就这臭小子，临阵给我胡搞瞎搞，全赔了。爸爸现在啊，只能是一句话来形容，叫一蹶不振。对，一蹶不振。不，比一蹶不振还惨。哦，还有，最近阿卫啊，被宪兵队和警察在抓。哎，没事，淼淼是我女儿，自己人，所以啊，上下九确实太热闹，不太方便。淼淼，要不然就凑合住这儿吧，好不好？啊？就住这儿吧。爸爸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啊？有句话，叫灯下黑。什么？灯下黑呀。灯。行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。爸爸，哎，好不好嘛？好啊，我没意见。为了给你找这个房子，可花了我不少钱啊！怎么样，这1楼还算凑合吧？咱们接下来再看看2楼。哎，也挺凑合。大个子，过来帮个忙。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咱俩虽然是同辈，但是我跟你爸那是称兄道弟的啊。什么忙啊？我想要一个晾衣杆，但我不要这种平身的，我要竖起来的。这晾衣杆竖起来还怎么挂衣服呀？当然可以啊，就是两边升起来，中间搭过去就好了。哦，你是想把这个衣服晾得更高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要比别人都高，我要更早见到阳光。少华，我跟你说了不少了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听，但是我还是要嘱咐你，办事儿要有分寸，有底线。如果局面发展到了需要你违背人性、不择手段，我要求你立刻停止，再想办法。你都说一路了，要不然我别回去了。你得把这孩子带回去。留下吧，我回广州城玩命，留个人质保险。哎，我担心你就是这个。将心比心啊，祸不及家人。再说了，他毕竟是个孩子。下回来啊，我给你带点川贝枇杷露，你这嗓子都不敢呢。呸！你看什么？原来你把它掏空了，就是为了把这个放进去。这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
我怕风把我的竹竿刮断了。这儿会有那么大的风把竹竿刮断？我说有就是有，要你管啊？你是不是该走了？苗苗，这房子是我花钱给你和你爸租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你要赶我走？你住在这儿不方便的。忍忍啊！我忍不了啊！忍不了也得忍。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叫寄人篱下？如果你忍不了的话，就要搬到篱笆墙外边去住了。忍还是不忍？你没有家啊？我有啊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儿，它就是我的新家。你什么呀？这2楼给你住了，我跟你爸睡1楼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啊。你等一下。我爸在外面做工赚钱，你怎么天天游手好闲的？你爸现在天天赚的钱能给你租得起这个房子吧？我现在干的是一个大生意。说的好像你很厉害似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我跟你爸研究出来了一套绝佳的菜品，改天我做给你试试。你说来听听啊。口说无凭。眼见为实，能看懂吗？切，你这肉太少了，至少要有瑶柱蒸肉饼、蛋白煎肉饼、煎蛋饺、锅烧肉、银芽炒鸡柳、炒鲈鱼卷或者桂鱼卷、腐乳椒丝炒通菜、虾子笋酿银笋瓜皮虾，还要有瑶柱白粥，最好是连鱼片、鱼皮一起上。是行家呀！你去哪儿了？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我跟叔叔一起去玩了。陈山河，别把孩子吓着了。这孩子吃完药，你带他去复查过吗？有没有什么后遗症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这爹当的呀，不是我说你。爸爸，这是叔叔给我的糖，我特地带回来给你的，可甜了。去吧，去后院玩去。我跟你爹说2句话。叔叔，我下次还要跟你一起去玩。哎，行。共存共荣是你们日本人提出的想法，我觉着你没有领悟到精髓。你们到了我们中国的地界上，光靠杀没有用。我想活命，你想赚钱，你让我活命，我让你赚更多的钱。怎么赚？合股。休息的差不多，赶紧走吧，不然小鬼子又追上来了。这群疯狗啊，我看是很难甩掉了。必须休整一下，吃点热乎东西，要不没有战斗力了。哪儿还有粮食啊？我去下面的村子看看，
这山里的村子里边啊，都养着炮手呢，枪不比咱们少啊。我们是打鬼子队伍，能跟他们讲道理。我去试试，你们原地休息。同志们必须休息一下，要不士气就垮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跟你去，你要一个人去的话，不见得能活着回来。带人去，人家更有戒心。来，枪都不带啊？万一我光荣呢？别浪费。做好准备。站住！不许再往前了！站住！大哥，我是抗日游击队的，我没有恶意。我们跟日本鬼子打了几仗，路过贵宝地。想借点粮食，是村子里请的炮手吧？不必浪费子弹了，请村里长者露面说说话。老人家，我是抗日游击队的，想来借点粮食。壮士啊，我们村子贫瘠，哪有余粮啊？1粥1饭足矣，抗日游击队会感激你们为抗日做的贡献。村里有祖训，不得参与国事。国事就是家事，国有难，家还怎么保得住呢？我们村子离广州远，日本人一时打不过来。我就是广州人，我住在西关，我现在已经站在村口了。你们离战火还会远吗？这山上有我们的队伍，隔着一道山。还有追我们的日本军队。什么？你们把日本人都引来了？这日本人来了，不会只占领一个广州，所有的城镇、村子都会被他们占领。你们筑起高墙，是为了防外敌；我们打游击也是防外敌。我们应该是一家人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给，拿去。谢谢。谢谢。两位，哎呀，来不及准备，这都是从村里各户收集来的成药，都是广州大药行的正品货，你们带着。弟兄们有个头疼脑热、肚子疼的，也许用得上。行，阿伯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拼着性命打鬼子，我们要是无动于衷的话，那还算人吗？还是这位小哥说得好啊，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我们躲得了一时，也躲不了一世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安排好的。万一小鬼子打过来，不行，我们就进山去。谢谢啊。我来帮你拿吧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宁肯全家饿死，也不会给日本人干。是徐面路让我来找你的。你说是就是啊，有啥证据？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，可让我跟你说3个字，你就明白了。黑探头。他让你干什么？都走了。让你干什么？他让我给他提供药材、食物，钱都没说，但我觉得肯定是少不了，所以啊，你们得尽快开工。药材？抗日的事儿啊，跟我们都没关系，跟大家伙说别掺和这些事儿。
这个世道有口饭吃，那就不错了。赶紧开口吧。可你跟日本人，我都说了，跟日本人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，别往上扯。没有他日本人，我能出得了关卡吗？我这就召集工人，马上开工。跟你打听个事儿啊，这黑探头什么来历？哦，黑探头是个外号，他的真名呢叫杨英，是城里记的工人，在城里记，他成立了共产党的工会，我也是工会会员。哎，南路呀，也经常找我，跟着参加了工会不少活动。杨英的威信很高啊，我们大家都叫他黑探头大哥。你的事啊，跟我说说也就算了，别跟外人说。不是他怎么起这么个外号？因为他黑呗。他还是程立记的女婿呢。金票，每个人只开3枪，打完就跑。跟你合作是真麻烦，不光得杀鬼子，还得养护村子。如果不那样，那就没有乡亲们的感谢了。要感谢有什么用啊？我们要好好活下去。可是大家的士气很高啊。什么？这是陈山河的药。哼，合剂古方发冷丸。他还靠这赚钱呢。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要干嘛？罢工啊？怎么想的呀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跟你们发脾气啊！赶紧干活。山河大哥，小菊，你说。南路药房不能是日本人。你说什么？你大点声，说出来怕什么？陈老板，南路药房不能是日本人的。谁告诉你们，南路药坊是日本人的？我是这儿的大股东，这是我说了算。我强行复工，让你们有活干，那是为了让你们有口饭吃，让你们家人有口饭吃。记住了，活着才有力气玩命。闹什么闹？干活！不是听不懂人话是吗？行，你们信不过我没关系，他总能信得过吧？你们身上的手艺那是他教的，你们瞧不起我给你们的那口饭不要紧，别丢了身上的手艺。你进来干啥？咋了？有事啊？没事。真没事。骂我狼狈为奸。啊！哎，谁是狼啊？埋汰谁呢？我说大伙儿，你们就是信不过他，还信不过我吗？啊！干活去，干活，干活，干活！哎，先这样吧，啊。
老谭，嗯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去日本餐馆踢馆。那小子不是号称自己厨艺好吗？我出一道菜，看看他能不能做出来。好啊。苗苗还在找工作呀？这找工作难，要不然咱俩大伙做生意。跟你做什么生意啊？现在警察还在抓你，你这么大摇大摆去踢馆，你就是老鼠舔猫鼻子，你知道吗？爸爸，你少跟他掺和，小心连你一块儿抓了去。阿伟，我觉得淼淼说的有道理。现在警察局可是廖四六在当家，他可不是个好东西啊。我就是冲着他去的。请问你如何应对这次挑战？你这成为的又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是你抢了这家酒楼吗？请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。你和陈发表一下你的看法，怎么回事？你将如何应对这次挑战？成为的又是怎么回事？这家酒楼吗？